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是你给了我一把伞，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。空灵的嘞，空灵的哦。好，我们来欢迎这位端盘子的画家出场。本次比赛最后一位选手，等好久了啊，是一个很漂亮，像名模一般的一个，哇，腿好长。对，真的像 model 志玲一样。主持人嘉哥好，周慧杰你好，然后评审老师各位大家好。这应该是模特吧？对，而且他声音好温柔哦，气质很好。所以什么意思？端盘子的画家？我从小就爱画画，高中念的也是美术学校。然后大学也是念美术学校，后来因缘际会就是做模特儿。我做这方面的工作5、6年，我有点忘记时间了。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回归自我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份我喜欢的工作，喜欢的环境，在那边工作。那我是在一间素食餐厅。现在在素食餐厅工作，做服务员这样，对，在餐厅。痛痛快快哭个够，要不干脆向他低头，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，哦痛。恨过爱过又算什么？贪图快乐等于堕落。你说一生不是为爱而活。别搪塞借口，到最后反反复复、忙忙碌碌、辛辛苦苦，不知为了什么，半途而废，你无所谓，少了自由，怎能海阔天空？真是自作自受自虐，半途而废。幸福，你又何苦？一时不